这领导有时候他真非常丑。我领能吧？我看你家个领导呢？我領導嘛，有個地嘛？嗯，他後座生低生丑，坐後座，生低生臭，你又要多他公紅人呢？又有多頭公務人呢，他做事做好嘅。找找工作，他打工作，来吧，來辦。做個冇嘥工人咯啦，股票中大嚟啦，或者呢，個啲個股係兩個間啦呢，個學姐個就俾成，咁我幾千老司機，錢多啦呢，我就學司機都中咗。他只要這麼拿這些股嚟變成啊，你好日上老車，你這個把你虧，你要做點樣就得啦，我就錯票啦你，股票我係得俾我飛地㗎啦，我就知道。